城市管理係我哋特區政府治理嘅重要一環。面對惡劣天氣，我哋全方位超前部署，通過定期演練，隨時預備應付突發情況，務求令市民、村民安心放心。今日全日咧，因為其實消防啊嗰啲一早都已經嚟處理，咁但係咧就呢條路咧，其實就一路封住。如果本身按原先嗰個計劃咧，就應該會係明天就應該嗰個園藝公司會嚟去做清理。土拓署啦，就係額外嘅資源係過嚟一條主要嘅通道係做一個清理個樹木嘅嗰個動作嘅。咁我哋喺清理呢棵大樹嘅時候啦，咁我哋就為求咧唔好影響到輕鐵站嘅運作啦，係就算冒住8號風球嘅吹襲之下，咁我哋就要咧喺原地咧就將呢棵樹咧就係鋸成一啲碎枝啦，之後就喺隔離咧仲用一啲吊車去運走嘅，務求盡快咧係恢復交通啦，令到行人唔會受到影響嘅。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工程團隊拼盡全力。風暴一過，就喺極短時間之內，令區內好快回復秩序，充分展現咗工程團隊超強嘅協作同埋應變能力。